伫今日中昼中华园林的三面公园传出乱杀人的案件，三个查甫游客经过嫌犯的面头前，这嫌犯说是凶起公乱扑，造成其中2位面颔棍手拢有受伤。这个嫌犯犯案了后，佫想要行底路，落尾也互警方压制。目前所了解，这嫌犯有精神状况的问题，也佫伫咧调查当中。三个游客对查甫人头前行过去，原本是坐椅仔顶，伊却忽然间摕刀仔出来攻击其中2个女游客。啊咧哦，袂使记的哦。啊，你敢有听到查某咧休？有咧，伊休完啊？我救人哦。颈部有刀伤的情形，然后2名女性其中1位是脸部跟肢体有遭砍伤的情形，另1位是颈部跟肢体也有遭砍伤的情形。女游客大声喊救命，其他的民众嘛斗报警察，但2个人的手面颔棍嘛是互刀仔扑着伤。这查甫人伫警察来的时阵，摕刀想要行底路防制服。交在3个人到院的时阵，意识清晰，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。这种状况都很 OK，生命倾向也稳定这样。他情绪大概怎么样？情绪他都不讲话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问出他为什么原因这样子。游客从犯嫌前方走过之后那犯嫌从后方来做的攻击。为什么会攻击呢？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厘清当中。警方讲，这查甫人是咧游客行过去的时阵，才徛起来对后壁攻击，双方是无熟悉的，犯动机搁爱追查。因为这查甫人对方掠到去病院拢无爱讲话，初步掌握查甫人敢若是精神无啥好，捌伫当地看医生摕药啊。专案以杀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